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台湾新闻故事，聊聊原理。吹凉凉的风，读一本好册，有影欢喜呀！王阿姐，你咧创啥物哈？我咧读册啊，正拄好有一篇诗人蔡金峰写的《万里笑歌》。万里笑歌，倒一间病院，倒一条歌。毋是病院，这条诗歌是咧讲苗栗万里。用甘草制作草帽啊、草树的情景哦。苗栗。苗栗伫台湾的西部，顶面是新竹，下底是台中。苗栗有足侪粒山，所以又搁被叫做山城。真侪客人迁到苗栗，所以苗栗嘛，互人叫做客家大院。原里是上早开发的乡镇之一，是甘草主要的生产区。你是毋是想要问，啥物是甘草？王阿姐讲了无毋对。甘草是一种食物，上特别的是伊三角形的草环。若准甲环切开来看，是三角形的哦。甘草上大的特色就是软渗渗，伊阁有吸收湿气的好能力，加上伊105公分遮长，真适合摕来制作帽啊！你看我的帽啊！就是甘草的帽啊，详细甲片一个，阁有淡薄仔芳气哦。真的呢，芳芳，王阿姐，册里的诗，敢是甲草帽有关系？是啊，我来好好啊解说给你听，来讲万里草帽的故事。诗人蔡金峰的《万里笑歌》是写早前住伫苗栗万里富人人的日常生活。妈妈，阿婆，你是咧创啥？戆囡仔，咱逐工拢爱做的这件代志啊，你哪会拢袂记啊？我知影恁咧织草帽啊啦，我嘛想要学啊。哎哟，你有绵绵的手，敢会堪要粗粗粗的甘草？当然会使，我嘛是苗栗万里非常重要的查某囡仔，编草帽啊，一定爱会晓的啊。这甘草帽啊，是万里富人人逐日拢爱做的代志。今仔日还未做煞，明仔载阁要继续完成。不过织草帽啊真辛苦，毋来爱腰，阁爱有耐性，一点一滴甲织好势。2支手，10指手指头啊，查某囡仔手拢因为安尼结烂，非常辛苦。妈妈，我的手真是足痛的。乖囝，豆豆练习，一久来手结烂啊，都袂遐尔痛。足辛苦的。妈妈，为什么咱要一直织草帽啊咧？这是厝内上重要的收集来源啊！咱规口罩，爸爸妈妈、小弟小妹、阿公阿嬷，阁有你，要有通食，拢爱靠这寡草帽啊呢。咱的草帽啊，有遮大的功劳啊！当然咯，一直苦中苦，生活袂受苦。那安尼，我要记学起来。甘草要摕来织进前，需要先拍过，等润性有够，才通织。不过，讲到织甘草帽的由来，爱自较早进前，住伫咧当地头壳族讲起咯。头壳族人会用甘草制作生活用品，后来汉人发现甘草这个生活器具方便佮好看，所以大家嘛开始种甘草，家家户户的妇女拢来学织甘草。不过，织甘草会有草帽的出现，是甲一个名叫红秧的女士有关系哦。恁敢有听讲哈？你讲你迄个红秧的代志哦？嘿呀，年岁无济，才37岁尔，都无红啊！哎呦，
伊阁有5个囡仔爱饲呢。哎呦，有够可怜哦！地公伯啊，3年来爱安怎做呢？红娘处理散车，嘛无读过册，翁婿又搁突然间过身，一时之间嘛毋知影要安怎做。有一天，红娘去找当地头壳族妇女开讲，发现因当咧一个物件真特别呢。恁是咧做啥物哈？哦，你讲阮手里摕的即个物件，阮的即袋啊，即好势都通摕来底农作物啊。即袋啊，恁用的是啥物草哈？草就是草啊，遮附近坐甲哪啥咧？哎呀，这敢毋是咸草？恁除了即袋啊，阁有即啥物？阁会使即咧困的草树。你敢要摸看卖咧？真舒适哦！哇，有影呢，足舒适的。阁有淡薄仔的香味。我已经等袂赴要学啊，那安尼麻烦恁啊。所以讲，红娘对头壳族的妇女来学即咸草，自细汉学刺绣的红娘学起来是无问题。有一天，红娘的后生头壳顶受伤，空喙一直无法度收喙，当时卫生条件嘛无好，红娘急甲挡袂牢。阿母，我的头足痒，足痛的啦，足无爽快。哎呦，你都莫阁咬啊，咬甲拢流皮流血，安尼空喙好袂哩啦。大家拢有虫伫我的头壳顶飞，同学阁笑我是无洗头的垃圾鬼。哎呦，当时要安怎啦？哎呦，你莫阁咬我啦，愈咬愈害。我忍袂住啦，足痒足痛的。疼痛后生的红娘嘛开始着急啊！这个时阵，伊看到边仔的咸草，突然间想到一个好主意。迄寡外国人头壳顶树上滴无啊，若准互后生无啊滴，后生都袂乌白鸟空喙啊。毋过因的无啊看起来真高真热，那安尼我来用咸草织一顶无啊看卖咧。所以红娘就用咸草为后生做一顶帽啊。阿母，这是啥物啊？乖囝的，这是我用咸草织的帽啊。来，你乖乖啊滴咧，安尼你的空喙就袂拍到这啦，嘛袂阁互网虫叮。你的手想要去摸的时阵，帽啊会当先提起哩，忍来莫阁咬啊。我有新帽啊！我有新帽啊！戆囝的，阿母干那希望你的空喙紧好起来。红娘后生头壳顶的空喙豆豆啊收喙，大家对迄顶草帽啊拢真懊恼。当时的政府想要发展万里的咸草手工艺，邀请红娘传教给当地妇女。后来，因的产品真受欢迎，一直到今仔日，自万里出产的咸草制品，犹原被世界各地看作上珍贵的手工艺品。哇，红娘阿姨的草帽啊，足厉害！唔但保护小朋友头壳顶的空喙，阁通卖到各地头。是啊，咸草软了，阁袂翕热，滴伫小朋友头壳顶嘛真舒适。伫红娘迄个时代，湾里的女性差不多拢会织咸草，这是因的生活技能，嘛是厝里重要的经济来源哦。王阿姐，即阵敢阁有人咧织咸草？有啊，因即阵毋但织草笑、草帽啊，阁有买物件的鹿啊、铅拖啊、车牌包、钱袋啊等等。乐乐啊，伫湾里阁有编一个体验活动哦，你通请爸爸妈妈带你去看卖咧。好啊，我嘛想要织一顶我家己的草帽啊，顶面爱有绿绿的图样，嘿嘿嘿。听起来你的草帽啊难度真悬，爱加油哦！去到遐，爱会记你食客家料理，因定定用咸菜、泡菜，逐项拢真开胃哦。一定爱食的，亲像是泡菜控肉、客家小炒，阁有擂茶。
哇，安尼一个讲，我家己嘛最想要食的。乐乐，我要来去订车票，明仔载我要来去庙里行行咧。王阿姐是真正就想要食客家料理，我听说嘛，感觉足好食的，巴肚就枵的。小朋友，若准恁兜有咸炒草帽啊，或者是你有去过庙里碗里食过客家料理，欢迎你写批加相片甲我分享哦。再会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，喜欢小行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更较侪资讯，嘛莫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